新竹市政府加前市长林志坚最近因为这新竹棒球场场地问题引起外界批评，今麦由家长出来讲，这市政府2016年开1500万的经费，伫新竹市做一个予学生使用的简单型棒球场，竟然这投手丘加这个打击区的工程是靠学生来收买，市政府也驳回讲这是做伙合作完成。 学生家长提出相片指出，这开1500万经费起的简易棒球场，投手区甲本里打击区竟然不是专业厂商做的，是新竹市棒球委员会带高中棒球队的教练参学生做伙完成的。发现整个建设好哈，一个场地啊，竟然没有那个投手丘跟本垒板，所有的教练团还有学生，那我们是一块砖一块砖哈，这个去搬，然后把这个球场的那个投手丘跟本垒板哈，这个铺设完毕。连一个小型的工程都做不好，所以12亿的工程怎么可能做得好呢？ 针对质疑，教育处回应球场符合球员的需求。当初时，工程单位是寻求棒球委员会建议，向使用者、专业教练、参球员进行讨论，做伙合作完成。它未来的使用者会是由我们新竹市的棒委会以及我们新竹市的青少棒的选手们来使用哦。经由专业的棒委会以及专业的棒球教练，还有相关的球员来共同协助之下，针对了投手丘、本垒板等选手中较为专一的场地的部分，共同来进行一个协调跟施作的。 新竹棒球场工程争议引起大家关心，即马前市长林志坚过去建设，不互外界提出来讨论，甚至全国民众关心的议题。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